主内兄弟大家平安。今日这2、3天吼，拄啊中秋节吼，咱可能足侪朋友啦，返去家己故乡吼，佫拄着顶礼拜拄着风台，今仔日嘛佫拄着风台，所以雨有较大，嘿啊。咱的朋友，我相信有个人拢踮咧厝嘛，看咱的直播吼。愿望大家拢能够平安吼。咱要开始今日礼拜，咱按头做阵来祈祷。阮伫顶礼拜感谢你，佫过一礼拜，阮佫来到你的面头前，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心，带领阮每一个人的心来到你面头前。有足多会友嘛，佫来你的殿院的路中，求主的手保守因，互因会当平平安安来到教会。虽然外口有风雨，毋过阮共款有热切心来愿望主，求主保守阮。阮将今日礼拜安静讲献伫你主的面头前，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吼。虽讲外口透早落大雨吼，总是咱有会通来到上帝面前，是咱的福气啦吼。可是咱今仔佫是连续的假期嘛吼，所以有真侪人还佫转去南部还是去外地吼会当伫线顶来做伙敬拜嘛是真好吼。好，咱来锻炼咱。即礼拜咱今仔日要唱的圣诗吼，圣诗第一首是29首，圣诗29首吼。啥人创造天甲地？是听咱的爸，伊听咱。啥人创造鸟只吼？是咱听咱的爸吼。来，咱来念第一节吼。是上帝所创造的吼，真侪人会感觉讲，这足自然。其实吼，咱圣经话咱讲，一个头毛要落落来，也是有上帝旨意伫咧啦吼。所以呢，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咱来学习讲，拢有上帝的意思。兼在这个苦难这个问题、这个困难，要互咱的时阵，是要考验咱的信心啦吼，考验咱那个较活可以学习安尼啦吼。万行事、万行代志，拢有上帝的旨意吼。嘛，咱会通来安尼来坚固咱家己的信仰。咱搁来看245首。这首圣诗吼是诗篇127篇第1节到第2节所写的诗啦吼，真好。我印象我细汉的时阵，这首诗我真熟啊。拢是对人哋咱的会友，兄弟因新厝要感恩礼拜时吼，牧师一般拢会找这首吼。安那讲第一节，安那第一节安那讲，厝若毋是上帝甲咱起造咱的是拍算工，城若毋是主
手交臂就人固守空空，是拢共款。咱要做每样代志，咱若是无上帝意思，咱若无从咱意迄时，有时咱所拍拼，咱所流汗，咱所无用的，现在嘛是空空吼。来，咱唱第一节。遮就好，因为这嘛真，这种古圣诗吼，咱拢真熟啊吼。来，咱搁来看535首，这种老圣诗啦吼，所以咱也是拢听拢真熟吼。福音经在大谈，传到正海甲正山，报传得救欢喜消息，白白赏赐你甲我。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会得永远。活稳当，福音经时时谈，传到正海甲正山，福音经时时谈，报福气，互你甲我。那唱第一节。这是讲传福音的经在谈。6月初2是今年6月初2是咱北部马偕朴树伊受做检调的日子啦吼。而且就是6月初5，几个电视台拢有介绍这个。咱北部马偕朴树伫咱北部宣教的情形吼，即咱这 YouTube 咧还佫有啦吼，咱那个拍马偕北部设计150周年嘛会使，就是要都介绍马偕迄个，这是民视甲三立拢有咧介绍我嘛。我看两边拢有真详细介绍啦，无共个角度吼，我嘛真好吼。100几年前150年前马偕。即个淡水港开始已经150年啊吼！迄个时阵福音经就咧谈啊，谈到即摆还有咧谈无？有嘛？咱来学习嘛，安那谈，爱传嘛吼！而且我会感觉，我个详细，我站个报，我看一遍，我感觉足感动啦吼！这实在是27岁少年人，大学毕业，佫去受神学个造就了，佫去佫了后佫。为着要，因敢若台第一个，敢若台长老教会总会第一个派出国外的宣教师，伊佫去学医疗这个知识安尼。27岁呢，咱即摆改成27岁，改成真侪少年的吼，抑佫，吼，莫佫讲受这人知影吼，就是有真好真侪啦吼。27岁安尼坐位，敢若台坐到中国，为线头讲伊看，这毋是我要迄个所在，伊佫坐来。过去厦门，一来高雄，遮已经有人，南部都已经有宣教师伫遐，
7年前都有伫遐做起来北部安尼，啊，开始就食，伊讲落淡水港时看讲，哎就是遮，上帝要爱来遮伫遮呢。当然中间足侪困难，足侪迄个啦吼，即咱家己来讲，我无要讲较济。但是伊互咱的北部，咱是大北部，拢对马偕博士较印象较深尔啦吼。所以就是第一就是医疗，其实你实在先要宣告嘛吼，啊，头盖满喙齿吼，医疗对咱北部真大贡献吼，啊，种的信用吼，教育女子。查某囡仔袂当读册阵啊，佫袂当佫爱拔骹吼，爱伫遐咧读拍破即个迄个吼啊佫较特别，我嘛即摆最近才知影讲，经济啊，迄个高丽菜籽吼，高丽菜、人参，啊，迄个菜头，啊佫差不多吼，干嘛咪？迄经济拢会引进入来呢？无简单啦吼，所以讲一个7岁的少年人，会当安尼出去啊，去到遐尼远的所在，到台湾，这是上帝旨意，咱嘛咱来福气啦吼，实在是咱。真正呢，感谢上帝，通找派马偕来。但是咱嘛毋茫袂记，咱南部佫有佫较早7年前1805年，嘛是马雅国医生哦，伊是医生，伊来遮通过医疗团队嘛是吼。台湾历史，咱的教会中，咱长老教会历史足精彩。嘛，咱若有时间咱看，即摆介方便，YouTube 拍字都拢有啊。好，啊，咱入去看卖吼。后来咱个来第一再佫试一遍。535首，来。佮补充一下，就是讲，咱下个礼拜9月25，咱要来外礼拜，啊，咱就是要去寻根嘛，吼。你看咱的信仰的前辈，因安那来去做咱这间教会，啊，这间接嘛是间接嘛是有马偕博士的迄个吼，因为张乃宏先生、张乃宏兄弟、张乃宏长老，伊嘛是着去去笑迄路去，我有请教讲迄个手续即讲用家庭部，即个咱的伊拢早老甲咱找资料，但是伊是讲迄附近啦吼，啊，迄个所在啊，就听到马偕博士伫遐咧传福音，哦，咱的周报咱拢有写吼，迄个囡仔如果白当大的人、打当大的人吼，就讲我就是先听到，就开始伫遐来接近福音来信主来，再来买地遮迄段吼，所以间接上嘛是有马偕博士，遮毋是伊，咱毋是伊迄个，但是嘛是等于都伊开始设教迄个啦吼，咱嘛是爱纪念。所以咱25是咱会去遐，去到缺少的所在爱听即个故事啦吼。好，咱来准备礼拜之前，咱搁来看95首。我心仰望是毋是宝贵？我想马偕博士若是无看到十字架顶的主耶稣，我想伊嘛无咧迄个钱会出来奉献伊一生啦吼。咱嘛共款，咱毋免像马偕博士遐尼伟大，至少咱家己咱信心，咱来甲上甲主有好的结连吼。咱就第一集就好，咱来准备心来做今日礼拜吼。Oh
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咧。唱歌学乐上帝，信诗第29首，信诗第29首，啥人创造天甲地？啥人创造天甲地？是听咱的天父。啥人创造日甲月？是听咱的天父。听人会互鸟仔飞，是听咱的天父。请起立，咱来用全首。请坐。咱来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周报第7面，主祷文：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建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天亲像伫天顶。阮的日时感恩看。下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袂着传我伫即人传你这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大家来启印文第56篇。信息的后壁面，启印文第56篇，找到咱做伙来启印。创世以前就有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各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各得，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拄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赐因有权名做上帝名字。伊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是对造化的力量，是对上帝生命。道兄做人，踮伫咱的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
请大家献开圣诗，圣诗第245首。圣诗245首，厝若毋是主甲咱起的，厝若毋是主甲咱起的，起初是歹顺工。听若毋是主所，若毋是主手招牌流人过天空空。请起立。因全首圣诗245首。请坐，咱来压头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主，万项好事好美的源头，愿感谢你。愿为你所听叹享受逐项恩典，感谢你。为着你每日所享受阮的世间的恩赐，感谢你；为着你小心保护阮，感谢你；为着你永远的信实，阮感谢你。总是其中，阮上感谢的是你享受你的独生囝，阮的救主耶稣，为着咱。降临世间，地上所有的代志，拢有看过。阮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心智调全，心内困气，精神欢喜快乐，搁保守阮安分守志，照你福音兴起一切。至信的世间，伫阮软弱的路途，互阮得到坚强；伫阮困难中引带阮，伫阮危险拯救阮。我靠你的信恩，补助阮的一切欠缺。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看一段圣经，记载伫咧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台语汉语本第88面。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找着我来读。第1节，
种托一个甲歹人的就求棍耶和华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学聊聊念讲，即个人结若歹人，足甲因食。耶稣是即个比喻因讲，对因讲，恁中间有啥物人有100只羊失落伫遮，遐无放99只伫山里，去寻所失落的，到得着嘛？已经找着，就欢喜。逼伊的竿头顶，到厝，就入去伊朋友厝边，甲因讲，就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着。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日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搁较欢喜。也是啥物福灵人有10个银仔，若失落一个，遐无点灯扫厝，群找着吗？已经找着，就去伊朋友厝边讲，就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银仔，我已经找着。我互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圣经读到遮，请少年团契来献诗。因要献诗的是主啊，我要跟随你。
进度听科牧师，伊的题目是做伙庆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中秋的即个节期内面，阮会当甲阮的亲朋好友同齐聚集。你赏赐阮侪侪恩典，互阮伫你的厅内面，阮会当彼此分享。伫即时，阮聚集伫圣殿，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愿信心亲身引导阮，互阮搁一摆甲你相拄，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力量，也做阮灵内面的美牛。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题目是做伙庆祝。我想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侪人应该拢足熟的。总是牧师伫遮邀请大家想一下。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你过去的人生的路站内面，你捌为着什么代志真欢喜，然后讲咱来庆祝吧？那对于囡仔来讲，遮个学生可能是考调一个真好的学校，伊心目中伊要所读的学校，伊真欢喜。等到咱出社会，咱因着一份真好的头路，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你感觉真好的头路，伊就讲咱做伙来庆祝啊。然后拄到你心爱另外一半，要甲伊做伙组成一个家庭的时阵，咱嘛做伙来庆祝。人生的路站每一个时期，咱会为着无共款的代志，咱拢做伙来庆祝。所以，咱即几工敢有甲咱的亲朋好友做伙烘肉呢？有人有顶头啊，吼！昨暗即个玛纳团契伫咱教会门骹口咧烘肉，好真侪人行过去拢会挖头看者。昨有偌济人，差不多20个人呢。因做伙咧欢喜。那安尼来看，无论是倒一项代志，咱拢诚做伙组织，咱来做伙欢喜庆祝。所以，咱讲中秋节烘肉，我记伫我细汉时阵，毋是烘肉呢，吼是掠一只鱼头啊，坐伫门骹口，然后呢，手摕一个油啊，甲一粒月饼，坐伫遐看月亮。即摆活动哦，你看，佮烘肉，佮有人唱歌，佮有人做啥物，总是因透过即种方式，无共款的时代，大家做一个结连。大家建立感情，大家建立关系。所以，若对今仔日咱看到这段经文讲，咱做伙来欢喜的时，伫路加福音第15章，一开始讲有一群专门咧抽象的人，以及犯罪的人，因聚集到耶稣的面前，因敢是咧听耶稣讲道理呢？其实毋是，因来到即个面前，耶稣的面前，伫长场内面，还佫其他咧遵守遐律法的法利赛人，以及咧假释旧约圣经条文的教师。所以因一组织了，因看到耶稣的做法，因非常的无认同。因就看到耶稣，因就安尼讲，即个人竟然接纳遮的罪犯，而且佫甲因同齐倒咧食饭。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讲遮个话是，即个人就是讲耶稣，竟然甲即阵无互阮社会社群所接纳的人做伙，看起来耶稣甲因的关系袂歹哦。就是因为即群人因所讲的话，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第15章，伊就用3个比喻来回应因的问题。这3个咱拢真熟。第一个是100只羊仔
其中有一只失袂去啊。第二个是讲到一个妇人人，伊有10个云仔，一个落伫涂骹，伊咧敲找迄个云仔。第三个是讲一个人有2个后生，其中一个将伊所本着的财产拢开了，然后悔改转去到伊老爸的身躯边。咱若看这3个比喻，这3个故事好啊，伊拢有一个真欢喜的结果。总是路加用一个方式来描写着耶稣这个比喻。伊用100个中间的一个，10个中间的一个，2个人中间的一个。所以这3个比喻看起来拢是咧讲一项代志。总是咱若读今仔的经文，咱看到第一个100只羊仔，甲第2个云仔，迄个咧讲比喻的迄个故事的内容，其实拢相像。所以路加无要互第3个故事甲头前有共款，伊就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即个细汉的第3个比喻内面，细汉的即个后生，伊出外，然后伊转来，互即老爸感觉真欢喜。总是咱看到伫大汉后生的心内的迄个想法的时，即个大汉后生伊的心内有呈现出一种真委屈，可能嘛真郁卒，可能嘛真不满的感受伫。所以透过第3个比喻后壁，迄个老爸甲大汉后生的对话中间，咱真正看出耶稣讲即个比喻的真正用意。即个用意就是咧回应头前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对耶稣的态度，以及耶稣所做遮的代志。所以咱若看到路加福音，伊咧即个描写的即个中间，咱看到路加伊咧记载有关福音的即个心情，即支路加记了真详细。咱若对历史会来查考，会当知路加捌甲使徒保罗做伙到4国去传福音，所以路加看到即个传福音的过程内面，伊真正看到迄个犹太人对毋是犹太人的迄种排斥，伊看到因看轻因，伊看到一遮的犹太人的内面，毋那是原本伫犹太教的。连遮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遮犹太人，拢咧排斥遮其他的人，所以伫即个中间，就出现了侪的问题。保罗伫伊的批信内面，伊嘛捌讲到，敢若亲像伫割礼的即个礼仪顶面，遮犹太人真坚持，因为遮所有的种族。文化顶面，拢甲原本因所受的遮教育训练无共款。有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有的是较慢信的。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侪已经相信基督的人，互相对立，有摩擦，有纷争。我想，路加伫即个过程的内面，伊感受真深。所以，当伊咧要来开始写这本路加福音的时刻，伊就咧编排遮所有一切的事的顶面，伊听到耶稣的即个比喻，伊就爱喊每一个人爱知影一件代志。咱伫一个共款的信仰的团体内面，咱毋通去排斥其他的人，咱颠倒爱去接纳。遐做毋对代志，然后悔改转来的人。所以对今仔的故事，咱看到耶稣要教示人的时阵，耶稣定定用比喻这个方式，要互当时的人会当明白，因为这个比喻甲因一般生活内面的经验是相歹的。所以，比如是耶稣咧传达伊教训的一种方式。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当时有一个人，
伊有100只羊仔，其中的一只走无去啊，要安怎？要安怎？耶稣讲，伊就将99只羊仔藏呢，然后伊出去找迄只走无去的羊仔，直到要找到迄只羊仔为止。过去当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心内拢有一寡想法。我的想法是：这99只羊仔放伫草场，啥人要来顾？你为着99只，你为着迄一只，甲99只放喺遐，若有迄个野兽来的时阵，要安怎？啥人要来赶走迄个野兽，要来保护这羊仔？迄只走无去的羊仔，伫遮尔大片的土地顶面的时阵，毋知伊啥物时阵离开的，嘛毋知伊啥物时阵拍无去的。然呢，你要为倒一个方向来找伊呢？迄时我心中充满了真侪疑问，迄是因为我用我的理性的逻辑来思考这个故事。所以当我开始查考这个背景了后，我知影一个人有100只羊仔，其实伫当时算真好野的人。然后伊会请真侪雇羊的人来看顾伊的羊仔。迄个有可能是规个家族的羊仔组织做伙，有可能是真侪2个、3个、4个雇羊的做伙来看顾。所以这是一个家族的一个行动。遮尔侪羊仔需要超过1个以上的雇羊的，所以若有野兽要来攻击伊所顾的遮羊仔时，伊无可能无发觉，因为有侪人伫四围咧看。所以咱会当安尼来看讲，当耶稣讲即个比喻的时阵，伊放落99只羊仔的时阵，伊将即个99只羊仔交互另外一位雇羊的，互伊来带。所以咱看到雇羊的人，伊甘愿冒险，因为迄只失迷的羊是伊真惜的羊，毋是干那惜迄只，是每一只伊拢惜，因为伊知影羊仔的名，伊知影羊仔嘛捌伊的声，所以伊袂当放弃迄只羊仔，伊就开始不断咧找伊。伊耶稣整个的传教的生活内面，其实耶稣定定咧甲咱介绍天国。伊讲天国遐的规矩，甲咱人所伫地面上的所想的是无共款的。今仔日这100只羊仔的故事，伫马太福音内面记载，就是有关天国的故事，是反映上帝是听的本质。是袂当用一般咱想的讲，咱来算看觅，即只羊仔价值1万块，99只羊仔价值99万块，那呢，你要损失倒一个咧？其实，耶稣讲即个比喻是讲失去一只羊仔，会互咱遮所有雇羊的人感觉伤心，所以雇羊的伊就去敲吹，去找即只羊仔，直到伊转来为止。同款的比喻，伫马太甲路加福音顶面，伫路加的文学的描写内面，互咱有一个想象的画面，规个即个故事的画面拢画起来啊！一位有100只羊仔的人，对伊的财产来看，减一只可能无影响偌济。不过，即个故事内面，即个有100只羊仔的人，伊无愿意减掉一只，伊看重每一只羊仔。羊仔若行路落队啊，也是迷路啊，也是无军队伫羊群内面的，即个人拢要将伊找回来。若伫这找回来这路程顶面有危险，伊拢愿意为即只羊仔去冒险，直到找到伊为止。
所以咱若看到耶稣第二个比喻内面讲到，伊是共款的即个文学的即个结构伫即个内面。伊描写到一个妇人人，伊探头入去到一个昏暗的厝的内面，伫即个房间的内面，拢暗蒙蒙，看拢无。所以当伊要找即个蚊仔的时阵，伊爱点灯，将即个电火点倒了后，互规间房间拢光起来。伊才有法度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每一个角落去找到即个蚊仔。各位兄弟，伫咱的身躯顶，咱敢有看到上帝咧敲找咱呢？咱敢有看到呢？我毋知大家有啊去过亲近农场无？有去看过绵羊秀无？我会记得，我去看的时阵，有一个情景是工作人员会将这个羊仔带出来，然后因行伫一条路的顶面，伊会经过人所聚集的所在，羊仔就家己行到真自动到一个所在，因就停落来。看起来这羊仔敢若知影要安怎行，但是实际上经过研究，羊仔伊无一个方向感，所以呢，伫羊仔的头前拢有一只羊仔咧带头。咱讲的领头羊就是安尼，伊会听主人的声。按照主人的声来向前行，所以后壁就对着羊仔群一只对了一只。若无对好的羊仔，伊无群对伫头前的羊仔时，伊就失袂去啊。羊仔是听主人的声，然后转去到主人的身躯边。主人嘛伫迄个所在咧等待伊。我嘛想到一件代志，伫我细汉的时。差不多伫我伫幼稚园，迄个时阵应该是差不多伫中班。有一天下课要转去，不过呢，我细汉真贱啊，所以呢，我就无想要转去，我就想伫学校边仔继续佚佗。时间到啊，咱知影幼稚园吼，迄个时阵拢有交通车，我就一直算到天暗啊，交通车呢要开啊。我就眯起来，互迄个交通车的老师找无我就看到这个交通车呢，对我的头前安尼开走去啊，就真欢喜。为虾米？会当继续算啊，所以就点啊继续算到天暗啊。迄阵才发觉中，无车通载啊呢，要安怎？只好行路转去。我就往我的厝的方向行去。迄个时阵吼，无 Google Map 啦。我就照着我的记忆内面甲方向，我就开始行。实际上呢，后来呢，我才知影，我是照着迄个娃娃车要送我转去迄个路线咧行呢。你爱想哦，娃娃车毋是对学校直接送我到弯道呢，一定要经过啥？其他同学的厝呢，那么踅来踅去呢。我毋知行偌久。这是我有印象，我行过田园啊，我行过大马路，我行过蒙阿埔山边小巷啊。当我到厝的门口的时阵吼，我已经真忝啊，人讲累坏啦吼。爸母开门看到我看即摆印象阁足深的是，我甲讲一句话，我要来困啊。我不管啦，反正我足忝，我要去困啊。然后我就去眠床顶困啊。过几工了后，我才知影吼，迄天我的爸母报警啊，警察伫阮兜，幼稚园的园长伫阮兜，我迄班的老师嘛伫阮兜，因伫阮兜做伙等我到转来为止。所以呢，即马呢，你若甲我报住址吼，我拢找会到，迄阵训练的啦。当我想起这件代志的时阵，我就咧想，迄个时阵我还未认捌上帝。不过即马咧想起来的时阵，我相信这件代志，上帝迄时甲我做伙，带着我一步一步行转去厝的。
啊，无你想一个中班的囡仔，哪有法度行遐远、行遐久、搁行遐长的路咧？找着啊，真欢喜。所以耶稣伫比喻内面继续讲，一只找着迷路的羊仔，就真欢喜，将伊放伫金架头，然后带回去厝的。这位羔羊呢，伊用行动表现出对羊仔的疼，表现出伊对羊仔的关系是真亲密的。耶稣照着找着羊仔这件比喻，来咧说明上帝甲人的关系，就是将羊仔放伫伊的肩胛头，所展现这种欢喜、这种快乐，还是伊对人的保护甲疼。当找着羊仔，将羊仔带回去了后，就真欢喜，甲大家讲邀请伊的亲朋好友来到伊的中间，讲咱做伙来庆祝啊！庆祝的理由是我找到迄只失迷的羊仔。可能对当时的人来讲，因所看的是一阵羊仔出去，转来的时阵捡一只。对风险的管理来看，可能是还佫会当承受的。总是伫耶稣的比喻内面，是一只拢袂当减。无论咱付上偌大的代价，也是讲经历非常危险的这种挑战，有可能各样的人爱有付出伊的性命的这种情形的事。用耶稣的标准来看，这只羊啊，一定爱将伊找回来。妇人人嘛共款，伊咧敲找这个囡仔的时阵，伊可能有视觉看袂到。有遮个家具挡掉的，伊就爱去刷房间内面的遮个物件。每一届咧刷，拢爱付出伊的体力。有可能有的家具无容易去搬，无容易去刷，总是伊付上伊的时间、伊的体力，嘛要找到迄个云仔。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两个比喻内面，就是耶稣咧回应伫身躯边遮个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为遮个人认为耶稣较抽象的甲罪人做伙，还是因为对因的认知，就是传统的内面是袂当安尼做的。所以耶稣甲因讲，一个罪人的悔改，比伫天顶已经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是咧。转来啊，悔改啊，是更较欢喜的。天使嘛为着这个罪人来欢喜。所以咱若看一个比99个，一个比9个，咱可能拢会选择迄个99，也是迄个9。总是伫耶稣的教示的内面，伊要甲咱讲的是真正的听。毋是用这种数字来对换的。咱基督教的信仰是咧讲上帝的听，是咧讲上帝对咱人的听，而且这个听是无法度比的。这个听毋是用数字通好来变化。所以，当咱来注意一件代志，当咱若注重迄个99个，也是9个有哪的时阵。是，咱已经无看到上帝的听。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听，甲遐所有抽象的，也是罪人来比，每一个人拢真贵重。所以，路加伊收集到这种文仔时，这个文仔。伫当时用一个工人一工的工资来看，会当摕到一个，10个会当做一罐，所以每一个文仔拢代表着这个妇人人伊的性命、伊的辛苦，所以妇人人袂互这种辛苦消失去，伊嘛袂去忽略这种用性命所换来这种代价。虽然有人咧看讲，这就一点仔尔。敢若无啥物，总是对上帝来看，
每一个拢真重要。所以咱看到耶稣的比喻内面，无论是100只羊啊，一只羊啊，也是一个云啊，拢是吹啊吹，吹啊吹，直到吹到为止。吹到了后，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欢喜，因为迄种欢喜是放弃的，佮得到的。互伊真正互咱会当感受到的是，咱会当甲上帝做伙欢喜。羊仔会走失，伊袂家己转来，伊爱主人去将伊找转来。云仔嘛共款，伊无法度家己转来到迄个主人的地仔内面，爱主人去找。无论是倒一个，主人拢是用尽一切的办法要甲找转来，直到找到为止。上帝的主人是咱的主人，上帝遮尔用心。那呢，咱对于路加福音第15章3个比喻的故事的内面，咱会当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欢喜做结尾，强调迄个失去搁找转来，强调迄个出去搁倒转来。3个故事内面的主人，因的态度就是。无论是100只羊啊、10个牛仔，也是即个囡仔的老爸，伫故事的上尾，拢因为失去佮得到，因邀请朋友、伊的厝边做伙来欢喜。耶稣看淡咱每一个人，互咱爱重视人性命的价值，咱爱对性命有一个肯定。这个肯定毋是用俗世价值去看，咱通过耶稣的比喻，咱人会知影讲家己是罪人。这个罪毋是讲到律法顶面的罪，这个罪讲到是咱离开上帝的罪。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做就是去接纳每一位承认家己是罪人的人，咱爱去接纳，互伊会当进入到教会来过团契的生活。咱爱接纳，互因会当享受伫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赦免的恩典。那呢？那亲像今仔早起拄啊苏长老伫带咱练习的时，福音的经。咱来继续互伊传，福音的经，爱一世代一世代伫你我的手中，互伊继续传出去。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互阮看到毋是迄个庆祝的画面尔。互阮看到是有阮的责任，阮每一个人拢爱用上帝你的眼光，用主耶稣你的标准，将你所爱阮传的福音传出去。愿主帮助阮，当阮软弱的时，当阮有欠缺的时，你拢补足阮所有一切，互阮带着智慧勇气，将你的福音的消息传出去。愿你亲身引带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信诗第535首，信诗第535首，福音经声第单段，福音之声第单段，传到正海甲正山，传播得救欢喜消息，陪
想事你甲我，上帝将独生囝想事世间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会得到永远活运动。福音经是一段传到正山甲正海甲正山。福音经一段传播去，互你甲我，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的奉献。
报告的大臣，请大家掀开旧报第2面，较下骹的所在有咱今仔日的根据，咱来读2遍。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着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着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后礼拜圣讲分担。领袖是圣歌队，司礼是张运新执事，司琴是苏润维姊妹，献诗是橄榄团契，司献是边兆亮执事甲张景文执事，招待是边兆亮执事甲林春浩兄弟，宾控是我本人甲左宏邦弟兄。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李立博执事。礼拜主日礼拜，主理是张宣凯牧师，伊的题目是伫道城目肉体中实现道的肉身。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甲14节。请大家掀开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感恩节音乐会第11月19拜六。请兄姐为感恩节见证分享，有意愿的，请分享的，请兄姐甲干事报名。第2项，下礼拜主日了后，11点30分伫地下室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出去参加。第3项，下礼拜是新竹圣君学院奉献主日，请大家为着因代祷关心。第4项，团契后礼拜的聚会内容，请交予干事安排信讲事项安排，期限到下礼拜9月18。第5，10月初日要举行圣礼典，请有要领洗礼、感信礼上干事摕报名表。写好了后，交予牧师。第6项，欢迎咱教会青年申请奖学金，国中是80分以上，高中甲大专是75分以上。到10月初2，请交成绩正本甲申请表予干事。第7项，今年下半年金主分享，教育团契组邀请兄弟姊妹来分享信仰甲工作。时间是9月初8。9月18号、10月23号、11月6号、
11月11号，时间是11点到12点，地点伫古堂。第8项，教会有参加净坛活动。伫个教会的头前遐后壁那个开元街甲木星路口迄边，本来是伊出发的时间有要到8点。这是咱要为着即礼拜咱要带到的2个家庭来带到。第一个家庭是林珍姐妹伊的家庭，林珍姐坐伫咱我的正手边这边伊要带到的是为着伊的查某囝新宇、囝婿恩硕，甲伊的后生浩轩来祈祷，毋望因伫工作甲信仰顶面会当跟对上帝脚步，搁甲上帝会当亲近。第二要为着伊的孙咱真恭喜迄个新宇生一个查甫，所以这个孙叫吴希木，我读对啦木会当互伊真健康的来成长。第三为着伊的先生来祈祷，伊转化一个新的工作，让真平安顺利，嘛互因专家伫工作、生活、学习中求助享受智慧伫因的中间。第二要为着亲邻甲利龙的姊妹，因的夫妇的家庭，因真感谢上帝上帝救恩临到因的家庭，互因会当有信心，会当坚固因用上帝话正做因的美牛，互因会当时时刻刻牵着着主，凡事感谢，凡常常喜乐，定定祈祷。嘛为着因厝内底也未认捌主的人特别是亲邻伊的迄个小弟甲弟妹遮因的厝内底人会当带因，嘛要为着伊的利龙的妈妈来祈祷，会当真正专心来仰望即个独一的真神嘛会当互即个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即个圣经节，正做因厝内面上帝对因的祝福。咱即时即个拢伫咱的周报内底拢有所以咱是即礼拜咱拢同心为着因来祈祷。即个时刻，无需邀请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听从阮每一位。今仔日我们特别，即礼拜我们特别为着邻人姊妹伊的家庭来带祷。愿主你看顾新宇、恩硕、浩轩因伫信仰工作顶面，会当有主你的亲身的看顾，互伊当对主的脚步，伫信仰的路程顶面，牵着着主的应允，嘛为着伊的孙来祈祷，互伊当健康来大汉，用上帝的话语来引带伊行伫上帝道路顶面，要为着伊的先生来祈祷，互伊伫转化工作的这个中间，拢真平安顺利，看互这个家庭，互因伫生活、信仰、服侍等等各方面，拢求助享受智慧、享受稳定伫因的中间，因带因每一天的路站。要为着亲邻兄弟伊甲利龙兄弟的姊妹因的家庭来带祷，愿主看顾你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个家庭，互因会当用上帝话语正做因生活的准则，互因凡事感谢，常常喜乐，无停的祈祷。嘛为着因厝内底的人，也要认捌主的，特别伫伊的利龙的妈妈，伊也无完全来相信，会当互伊真正认捌即个独一的真神，看顾亲邻的遮厝内底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真正来认捌你，求主用你的话语，正做因的帮助，将即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看顾保护因带因，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上。
平安。咱即时来介绍两位新的朋友吼，今仔日伫遮甲咱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吼。第一位是张道周吼，道州张道周弟兄。伊是今仔日咱苏琴东港陆家的爸爸，伊是陆家的爸爸。伊平常时伊是咱主任兄弟吼，伊平常时伫咱台中吼立行立行教会咧聚会，欢迎你欢迎今仔日到阮聚会。第二位是陈志宏陈志宏兄弟嘿。对，伊嘛是咱主内兄弟啦，主内兄弟，有徛徛伫咱木沙下轮路遮，伊平常时是伫咱新店教会聚会，欢迎以后若有机会嘛，当来咱教会聚会，欢迎你，多谢，好谢，以上。承迎圣诗390首，圣诗390首，无路天白，万福温暖，请起立。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最后所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密倒散花。咱彼此请安。